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玻璃通病因小话发生较大，已经要1个月。指挥中心证实，员工甲环境采检拢是阴性，危机已经解除。欧盟国家开始做牛津新冠疫苗，但是有报告显示，牛津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引发的轻症防护力降真济。今日饭店1点外发生规模6.1的地震，地震警报的底线小连线10外通，互不少民众惊甲困袂去。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玻璃通风病院烧坏事件。对正月12公布第1例高单已经要1个月啊。指挥中心今仔日证实，2000外的病院的员工甲环境采检拢是阴性，危机已经解除啊。等会开始做血清的采检，甲规站事件头尾拢查好完全。另外，玻璃通风病院当时会当恢复门诊，指挥中心表示，都爱等到过年了后。玻璃通风病院外口透早出现不少排队的人阵，拢是要做采检的。玻璃通风病院清零计划，初7展开第2阶段血清的采检。玻璃通风病院标出群组感染了后，最近进行核酸检测，也有血清抗体的检验。目前已经有2000外的病院员工核酸检测，也有环境的采检是阴性。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玻璃通病院危机已经解除。不知道这事件应该是说危机已经解除了，那需要在我们整体在这个血清的检验能够知道的更清楚，那这个事件才算告一段落。前期指挥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做一个指挥中心跟部桃之间的这个桥梁，要正确的传达指挥中心的讯息的政策，那并且落实来执行。前进指挥所进驻玻璃通风病院经过20多天，总算完成任务。外头看对抗疫情的过程，王必胜表示，任务分做3个阶段，包括降低感染风险、扩大科类居家隔离的人、病房改造1人1间，一直到专业的体检，确定人员也有环境拢安全。即马玻璃通病院事件转好，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初7饭店开始取消院内员工，也有为1月7日开始去玻璃通病院门诊，也有急诊的患者健保卡的注记。针对玻璃通病院标出群组感染，院长齐英来甲民众行礼会室内。是我们的部桃的这个院内感染造成我们20人的确诊，4000多人的这个接触者的隔离引起社会的恐慌我这边呢代表桃园医院呢向社会大众来致歉。我想只要在防疫安全的情况底下，到桃园来，基本上是跟台湾其他地方一样的。这个所谓的避桃令这个说法。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强调讲，桃园不是疫区，疫情拢伫控制的范围内底。检查真侪社区的行踪，嘛无拖开或者是造成社区不明的感染。咱若玻璃桃园病院当时会当恢复探病、甲门诊等等正常营运。指挥中心表示，按算爱等到新正了后。另外，等疫情较转好，嘛会针对封闭医疗网做全面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今仔日是增加3例带病入境，无增加本土病例。另外，国内新冠有放射进度，有真侪人咧问讲，政府敢有其他门路会当买到更较侪，而且更较紧送来疫苗。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目前国内2间疫苗厂拢已经咧做第2期的临床试验，等别人送来有咱家己的生产能力会更较重要，政府会大力小听。到货时程跟它的量。那当然还是优先对于就是保护整个社会的人，作为优先的一个对象。强调国产疫苗若到货，会优先予需要人来做。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国产疫苗已经有2间进入第2期临床的试验，验过是毋是法度会使加紧流程，也是有优先采买办法。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安尼讲的。希望把行政程序的那种。耗费掉时间减到最低。不过，对于专家对于安全性跟有效性的要求是绝对不打折扣。那疫苗超支在人的话，对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公卫的防疫上面是不利的。但是中认为病毒一直变异，疫苗会使国产自给自足，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讲会大大扶持。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确诊，案例926印尼1男性，甲案例927对加拿大来台湾的本国1男性入境时有通报症状，采检了确诊。
案例902杯美国一男性，伊家在美国就医是气管炎，初5入境来台湾，持有登记前3天阴性报告，入境时通报症状采检确诊，无新增加本土个案。离玻璃通病院专案头一波血清抗体采检，有个案出现微弱信号，持续引发注意。有些试剂看起来检验是阴性的结果，那有些试剂就是有弱阳。目前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它到底是所谓的弱阳性或交叉反应。我们预计可能在隔一段时间，或例如说大概1周以后，会再做第2次的血清抗体的检测。除这以外，新冠肺炎疫苗对着变种的病毒有效性的问题，张上顺也回应指出，这阵 Novavax 初步临床的试验结果显示疫苗有袂歹的防护效果，虽然有部分参与者在注射疫苗了后，伊佫互南非变种的病毒感染，不过这袂使推论疫苗无保护力。记者慈荣报道。也若是国外疫苗的问题，欧盟的国家最近开始咧做第3款的新冠有放射牛津疫苗，但是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支疫苗对南非的变种病毒所提供的防护力是降真济，赶紧咧开始改良。英国金融时报初6报道，南非金山大学甲牛津大学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牛津甲阿斯特捷利康疫苗面对南非变种病毒比1351的时阵防护力明显降低。针对这点，阿斯特捷利康表示，第1甲第2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的初期临床资料，确实显示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引起的轻症防护力有限。不过，因为试验的对象大部分是少年佮健康的成年人，无法度确定疫苗对重症也佮有带源的患者的效果。不过，相信也是有防护的作用，因为这支疫苗中和抗体活性，甲其他已经证明会当预防重症的疫苗差不多。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早期2000多个受试者当中，无人因为感染来住院或者是死亡。也若前几天牛津大学的另外一个研究显示，牛津疫苗注一筒就会当对新冠病毒产生67%的保护力。第2筒延长到12礼拜了后来做，效果会更较好。阿斯特捷利康表示，目前当咧甲牛津大学做伙改良对抗变种病毒的疫苗，会赶紧做临床试验，准备今年秋季通好交货。疫情严重的欧盟，顶个月因为供货的问题，甲阿斯特捷利康发生激烈的冲突。不过，也是伫1月底批准这支疫苗，而且最近发予成员国，加做辉瑞、莫德纳了后的第3支。法国大省收到的27万支，为初6开始由65岁以下第1线医护人员大省做。Alors, je suis pharmacien d'officine, donc c'est vrai qu'on est en contact de manière très régulière depuis 1 an avec les malades. Et maintenant qu'on fait les tests depuis déjà quelques mois, on a en plus un contact d'autant plus rapproché avec les... 法国初6通报新增加2万多人确诊，数字连续第3天有降低，住院的患者嘛有减少，医疗体系压力嘛有较小，持续扩大做疫苗是第1要紧的代志。也若意大利甲西班牙嘛小连续收到头一批的牛津疫苗，嘛会随开始做。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后礼拜就要休过年，过年的7天假，真侪民众会想要出门行行咧。但是为了卖互伤侪人客做伙，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景点要有人数的管制。台北市的景点人数警示，新车进前就会开始使用。也若是囤货示警系统已经启用啊，不过可能甲病院烧话事件有牵连，去囤货的人会较少。昨昏的20个景点拢是安全的青色灯号。今年过年有7天的连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进前已经宣布启动景点总量的管制，为了防范人伤多，台北市政府研究统整各局处系统，设置景点灯号警示系统，有加过年前上线。原则上不会用人力啦，因为我们有 CCTV， 其实我们可能从道路上面的动线就可以知道，只是说现在要不要做到。比如说动物园的门口的即时影像，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就有，只是我们现在要资讯局做一个连线。桃园进前有病医互相烧话事件，唔敢大意，已经提前重新启动景点人员警示灯号，拜6、20个景点拢维持在安全的青色的灯号。过年是不是大家拢有出来行村？这阵也难以预测，不过已经请相关单位来整备，一旦若到红灯，随时出动加强来管制。伫去年的4月连假，台南的景点因为1968 App 半暝拢警示人真多，引发批评。市长黄伟哲表示，经过1年的运作了后，应该是不会再出现景点有这情况发生。因为阿飘还没出现之前，中央就已经停止了，所以也没有阿飘出现了。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运作就是越来越磨合，就越圆融。目前为止，它规范的这几个地方，我们都密切的配合。
另外，宴会柜开始啊，虽然台北内湖也宴柜、阳明山花柜也化停，取消实体活动，不过台北市政府也经由面册直播，并且设置巡回联调情报站，广告现场情况。而全台湾烟火分布上快的新北市也推出线上赏烟火，网站每礼拜更新回放，让爱看烟火一个烦恼互相小为民众会用伫厝欣赏。记者综合报道。真侪观众朋友昨半暝一定拢困无落眠。今仔日饭点的1点36分，伫台湾的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1个地震，不过有真侪民众地震是摇无醒，真的是互地震警报的底线惊惊扯，而且小连续收到10外通，想讲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代志？气象局就表示，因为这阵地震离台湾较远，而且嘛较深，系统计算有各样才会发生这款情形。哇，太多了吧！11、12、13、14包。手机摕起来看，一个总共有14封地震的速报简讯。初七透早1点36分，东部的外海发生规模6.1个地震，影响范围包含宜兰、基隆市、台北市这18个县市，因果全台湾拢有感觉。你更加有感觉的，可能也是伫半暝，连续收到几若封的警报简讯。想要把它关掉，然后还有叫，然后关掉，然后还有叫，最后就放弃了。响一次我以为没事了，但继续摇，然后就在响，然后我以为没事了，然后它一直响，然后我还听到我家窗外还有人就是一样，因为用 iPhone 的人很多，然后一大群一样的铃声。厝边头尾的手机同时一直弹，大家拢精神啊！气象局指出，这摆地震伫台湾东部较远的海域，而且深度真深，系统收到资讯相对有限，伫计算甲判断可能有错误，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地震是一个外海，然后比较深的一个地震。那我们系统在定位的时候，对于这种地震定位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所以造成的一个系统，它就随着一些资料进来，它就会做一些更新的动作，在更新的过程中会造成一个重复的发送的现象。为着要降低相关情况的发生，气象局已经对系统来进行优化改进，避免单一的地震事件发生伤侪摆。在检估地震防灾的同时，会更加便民。而对着这摆地震，气象局表示，是菲律宾板地落到欧亚大陆板地下面，造成这摆地震。有估未来3-4天，可能有规模4左右的有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前几天高雄凤山9个人霸凌查某囡仔后续发展。虽然检警已经咧调查这件事件，但是也有一寡民众也是足赢，早暝霸凌安尼嫌犯，姓黄的查某人去甲被害者回失礼，但是煞伫现场，互一寡激动的民众围起来争。警方赶紧呼吁民众，私刑报复是违法的，爱理性面对。穿乌衫的男性伫镜头头前看起来真惊吓咧回失礼，伊是进前涉入凤山霸凌少女案件的主嫌姓黄的男性，因为甲少女献喙皮，去互网友找出来。找到暗时啊，伫朋友的相招之下，去高雄大寮一个蒙阿埔，甲被害少女还有因老爸回失礼。不过，等这对爸仔囝离开了后，伊煞互几个人围起来拍。被多人殴打，致右手肘等处骨折及头部受伤。目前已带回主嫌共16名在侦办中，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处理侦办。前人将依聚众多殴、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表示，抓到的16个涉案的人拢是男性，招姓的男性出面回失礼，姓方的男性嘛在内。伊是讲伊家己无动手。目前警方还搁伫咧调查是虾米人主导这届私刑。不过，亲像这种动私刑的案件，伫台湾并不是头一届。有警察大学的教授分析，可能是因为司法的判决甲民众的期待有争差，造成民众的无信任。司法的公信力啊，或所谓司法的效率啊，是跟人民有落差的，才衍生施行正义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民众又觉得他自己要替天行道，可是这个又落入同样的逻辑，就是他还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学者认为讲，目前的司法制度都要改革，来诱我甲民众的距离。不过嘛提醒，无论是因为甚么款的理由来动私刑，或者是干那伫咧边仔看，拢涉及刑法。警方嘛呼吁民众，都要理性看待治安的事件，避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姓陈的旅客，去年7月伫咧台北转运站踏到水厝岛骨头转去，一直到呾行动也是真无方便。伊指控转运站迄边无甲伊回失礼，而且佫放掉要甲告。
所以，一个旅客决定要告业者过失伤害，而且嘛提起国赔，认为台北市政府嘛要负连带责任。挂翠暗看到行李这10甫人行真紧，经过台北转运站卖票所在，涂骹有水，无看到个行过去，却是无细里骨倒，疼甲爬袂起来。经过人真好心要来甲扶，毋过等救护人员来到场了后，赶紧甲伊送病院。而指控现场无告示牌提起，业者处理的态度也真消极，一句实例拢无，甚至也讲伊若要告直接去告，所以讲真不满告站长过失的伤害。转运站的垂直让我们滑倒，让我的工作上又有损失，工作能力又减损，生活起居又不方便，到目前很多行动都还不是很自然。行路到即阵也拜拜，有当时爱靠助行去行路。当时摔到伤者意外，单线是骨头断去，骹头有开刀，一直到即阵爱定期复健，而且影响到工作，行动无方便。伊讲当时捌定情1999，却只是形式的处理，即阵提起国赔，爱台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负连带责任。接后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还有立即请万大通，还有这边做事情调查，那应该没有陈情人所说的拖很久的事情。我们从事发的第一天，事发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关心他的状况，但跟我们求偿了139万吧。对，那跟我们认知是确实那个差距太大。转运站讲，事发进行4分外钟，一个旅客甲滚水罐车倒，造成水流出来，也未获注意，单线是就走过去，造成摔到伤。不过在第一时间有表达关心，也随便敲电话有关怀，毋是无插伊无慰问。而即摆旅客摔到伤的意外，双方伫拍官司，也针对台北转运站头一站国赔请求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和平区中华便道19.3公里迄位的山壁，昨下晡发生森林火灾。而且因为这个所在地势真狭，而且佫一直有石头连落来，抢救是真困难。空勤直升机今仔日嘛对空中拍火，今仔下晡总算甲火势控制落来。空军直升机挂着大型的水滴飞到森林火灾顶面，再来对顶面倒水来拍火，防止火一直炭烧。直升机来来回回伫咧载水，佫飞到火场，佫再转水。而伫咧地边的人员赶紧开出防火线，陆空同时来拍火。毋过抢救过程要落石，更加增加救灾难度。台中和平区的中华便道19.3公里的所在边坡，车落下晡传出大火，由最近无落雨真大，现场拢是像拿，有风真透，火一直炭烧出去。毋过因为地形真狭真歹行，救灾是真无简单。那目前呢，下边坡的火势已经获得了控制，上边坡因为仍有部分闷烧的情形，那救火人员呢持续在现场灭火中。当时林管处表示，这属有八仙山第85林班地，即阵影响面积大约是0.8公顷。除了地面继续伫拍火，空军直升机车7早起也出动对空中转水来降温。又这是国关通往梨山地区的交通要道，国关各部段也机动来调整车辆通行的时间。会有监看的人员监看着坡面，然后车子慢慢的让它经过，一台一台放过去这个路段。那这个主要是基于说林务局跟我们回报目前的火势救援的状况，不至于影响我的通行。国关干部代表示，即阵暂时未影响到通行，会看状况机动增加通行的时段。过年期间，一天上最5个时段，总计这场森林火灾出动62人次加直升机4摆来回拍火。即阵人员也伫上边坡持续伫警戒，防止吸烧，莫互火骨倒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望国水墙是不少游客爱去的秘密景点，但是其实南投县府把这个所在列作危险的水域。这附近的土地最近互买起来要去停车场，但是入口的牌楼煞互游客讲破坏自然的景致，而且业者嘛无申请执照，算是违建，县府会赶紧拆掉。大型的牌楼设伫正桥头，写着欢迎来到望国瀑布。不过大大的彩虹配着八卦甲太极，正平道朋友对联。虽然强调是来到赛德克文化园区，不过也有其他原住民的多样。这款的风格，互游客感觉真奇怪。个人的观点不同嘛，哈。对啊，每个观点不一样。游客讲，毋若看起来亲像宫庙的牌楼，也甲自然的景观配袂起来。而地主出面来说明，讲这是依照仁爱乡的意象来规划，也是沿用彩虹瀑布古名才打造出来。赛德克呢，也是以彩虹为主啊。赛德克的那个精神，也是以彩虹为主。
南投仁爱乡的望国瀑布位在南山区上游溪谷，悬高差了20公尺，水量真大，水阁真清，看起来真壮观，吸引不少游客来遮佚佗。而地主甲四周围的土地买来了后，进行整修规划停车场，也起这座牌楼。不过公所表示，地主无依法去申请，就属有违建。不管是私人的、公家的，都要申请杂项执照。他没有申请，就是属于违建。公所表示，顶个月已经向县府查报是违建，已经列做优先拆除的对象。而县府提醒，望国瀑布下骹暗流真多，已经列做危险的水域。若是游客也是有去耍水的行为，应依照法定观光条例第60条，处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罚款，并且禁止活动，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年新家梦，真侪人会用休过年的时间去拜拜求平安。不过为着防疫，改变真侪咱的生活方式，亲像嘉义县的一寡宫庙，即马也开始咧安排民众来参拜的防疫措施。因为疫情的关系，像宫庙拜拜的民众，不管大人也是囡仔，大家拢有挂嘴烟。为要防止疫情四界团，嘉义县一寡大宫庙嘛拢调整过年的活动，减少民众较群。咱为着这疫情，所以咱袂当抢头香，咱就是插头香。就咱庙门嘛，照以前关起来，迄100档的历史，咱袂使改。对，以往对内底开，即马对外口馆长开庙门，啊入来。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即马要入去庙内底，除了挂嘴啊，嘛要量体温甲消毒。庙方嘛甲出入口分开，且工作人员也是用设备来管理出入。我们新引进的 AI 的热成像感温系统啊。这个系统哈，你只要经过去，你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它就会哔哔哔哔哔哈，会有警报声。现场我们也有准备口罩，如果说信众他自己没有戴口罩，要进入庙内，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使用，然后劝导每位信众尽量保持那个社交距离，安全社交距离。县政府表示，过年期间来宫庙拜拜的民众是南来北往。防疫的工作非常重要，庙方嘛强调，除了相关防疫措施，针对入庙的人数嘛会做管制，呼吁信众出入爱配合防疫，避免疫情的散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农渔业是上基本的赚食方式，工作人员的权益嘛要靠工会来斗过。基隆市的渔工职业工会今仔日宣布成立，这嘛是台湾的第2个收外籍渔工做会员的工会。拆开东南亚的球风饭，主要受外籍渔工会员的基隆市渔工职业工会正式成立。2019年的时候开始，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时候很烦，可是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有工会可以帮我们。基隆市渔工职业工会经过2年的打拼，今日正式成立。这是台湾第2个外籍渔工的工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雄表示，成立工会是为着让工人会当团结起来，甲资方参详因应该有的权益。工会秘书长李美华讲，是看到真侪外籍渔工有困难，才找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斗相共，做伙甲工会建起来。遇到2年前那个断桥事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工会会不会被找麻烦啊？我告诉他们说，放心好了，你们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参加记者会，移民署甲基隆市警察局表示，会协助渔工得到应该有的保障。我们移民署就是站在很支持的立场，那协助我们移工办理他们所应该有的一些合法证件。那我们基隆市警察局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切，就是外籍移工的议题。那渔工当然也是基隆外籍移工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寒冷冬夜里，人们在温暖被窝。歌手罗伊安唱异域之歌，描写外籍渔工的辛苦，替记者会做一个结尾。工会表示，未来重点会放伫处理外籍渔工劳资的纠纷，推出进步的政策，卖办活动，让渔工团结起来。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基隆报道。好天气就要结束啊！明仔载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就要变天啊。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会开始落雨，温度嘛会下降。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地区是14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5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6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2度到23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